那么普贤心愿品呢，可以它分那个整个这个经体呢，就是分这个初一和经义，还有这个末义，就是分三个方面的。然后初一的话呢，就是叫这个经名吧，就是经的名字呢，就是如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普贤心愿品啊，就如不可思议的话，我刚才讲了，一般来讲，确实这是一个佛和菩萨的这个境界。那么它是一种解脱，完全是远离了这个烦恼和就是障碍的一种这个境界所体现出来的这个原文，就是所以说很难读的。那么普贤的话呢，普贤呢，就是它有两种解释，就是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普贤菩萨就是普贤菩萨呢，就是他这个，因为在八大菩萨当中，就是发愿呢，就是最这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发愿就是最大发愿的呢，就是普贤菩萨。那么就是他的这个发愿的所有的这些行为呢，就是在这个论点在这个经典当中，就是这样也可以说。还有一些论师的解释方法的话呢，普呢就是指的是所有的意思，贤呢就是三藐的意思。那么就是初善、中善、末善。就是初中后，就是一切时候呢，就是全是这种善的，没有一点这个恶的，而且这样的这个善法呢，功德也是无比的这种广大，就是那么普贤就是这个意思。信呢，就是菩萨就是所行持的一种这个就心境就是菩萨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心境。那么愿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心里面就是发愿，其实信愿呢。非常这个重要的。如果只有信没有愿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心词呢，就是不会很长久的。比如说我们要度众生呢，这是一个行为，就是心里面没有这种发愿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行为过完了以后，就可能就是没有了然后而有愿就是没有信的话呢，也是不行的心里面就是像利益众生，心里面就是特别想成佛，但是成佛的路，成佛的这个这六的关系呢，一点都没有性质的话，那也不行的。所以，我们净土中当中呢，就是经常讲这个圆心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圆心极为重要。就是很多历代大德呢，也是这样讲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普贤信愿的话呢，实际上呢，我们要这个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做佛，那么这个行为和愿呢，就是结合起来的，一定要信自。现在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如实的这个做到这个利益众生和一些佛陀的广大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行为呢，不能信解。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直这个发愿，只要我的这个发愿不退的话呢，终有一天呢，一定会是实现这样的愿望。因此。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大概的这个经名呢，就是也可以这样讲然后这个翻译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他是这个济宾国的这个三藏那个般若大师就是三藏般若大师，就是他是就是受这个国王的这个封诏而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藏文的这个译本当中的话，那就是中间就是顶礼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就这是藏文的这个按照这个藏地的这个传统译经的这个传统呢，就是先这个顶礼了这个文殊菩萨。韩文当中呢，就是没有，就是韩文当中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这次是不是这个讲长行文，就是讲这个它的应该说是普贤行愿品的这个重大的意义呢，就是以这个十大愿来这个宣说的。那么这个十大愿呢，就所有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发愿呢，就是都可以包括的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你诸佛就是第一个愿呢，就是你诸佛，还有呢就是瞻这个如来，就是瞻佛陀，广大这个光修供养就光修供养，然后呢就是忏悔这个罪障，随喜呢就是功德，勤转法轮，勤这个佛注释就是勤佛注释，还有应该是长随佛学吧，就是长随佛学，恒顺众生，最后呢就是普济回向，就是总共有十大愿。其实我们普贤这个十大愿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就是圆满这个讲述，就是圆满讲述。如果这个再广的话呢，那么就是十万大愿，就是佛菩萨的这个十万大愿就是这个十万大愿呢，就是归集起来就是十大愿。
十大愿归集起来，普贤行愿品，原来上师也讲过，如果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就是再归死的话呢，那么这个利益众生和弘扬佛法，就是这是很多这个大德也是这样讲过。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佛经呢，就是应该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下面呢就是讲这部这个经的话呢，这个应该是怎么说啊？就是根据这个一些藏传佛教的这个大德的一些注释呢，就是也加一些科判，然后做简单的这个字面上的解释。因为这次呢，的确也是我们前面就是已经学了这个什么这个净土五经当中的净土四经已经就是讲完了就这净土四经已经讲完了，就是那么这个是第五个，就是净土四经，就是原来也讲过吧，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清朝的时候一个文人叫做是就是什么这个金远吧，就是他呢就是觉得是这是这个最后这个就是通归这个西方就非常有意义，就是把这个普贤行愿品放在那个这个净土这个经里面的。然后后来印光大师呢，就是把这个大势至菩萨就是圆通章呢，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就是中共就成了无尽了。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讲这个普贤行愿品呢，也是完成就是以前的这种发愿吧。你们很多人也是发愿过，就是要听这个净土无尽。我也发愿过，就是我也这个讲无尽，就是同时呢，我们也共同发愿，以后呢，普贤行愿品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呢，也要这个一切这个显现就是一切显现。